为什么很多人每天喝牛奶补充钙质，却还是骨质疏松？你知道吗？根据统计，台湾每3位60岁以上的女性，就有1位患有骨质疏松症。更令人担心的是，很多人明明每天都在补钙，却还是逃不过这个命运。这就像在沙漠里浇水一样，水全都流走了，一点也留不住。如果你正在用错误的方式补钙，你的骨头不只不会变强壮，反而可能会变得更脆弱。更糟的是，这些没有被吸收的钙质可能会跑到你不想要的地方，造成其他健康问题。但是请不要担心，其实在你的厨房里就有一个天然简单的方法，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更有效地吸收钙质。这个方法已经被使用了几千年，而且现代科学也证实了它的效果。让我们来听听老张医师分享给大家的补钙秘诀。你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频道，我是老张，一位在中医领域执业超过30年的医师。这30年来，我看过无数因为骨质疏松而受苦的病人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话题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想请大家帮个忙，让我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收看这部影片的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在下方留言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也都可以提出来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部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打数字0。如果你现在就跳过不看，你可能会继续犯下让数百万人提早10年骨质疏松的错误，而当你发现的时候，可能已经太迟了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，钙质无法被吸收，就像汽车没有汽油一样，根本开不动。很多人以为只要每天吃钙片、喝牛奶，骨头就会变强壮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如果身体没有能力吸收这些钙质，一切都是白费力气。重点不是你补充了多少钙，而是你的身体能不能吸收这些钙。我想让大家想象一下，如果钙质走错了路，它可能不会进入你的骨头，反而跑到你的血管里，造成血管堵塞，甚至形成肾结石。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。有些人因为过度补钙，反而引发了心血管疾病。这就是因为钙质酶有被正确的引导到骨骼里。我在诊间常常遇到病人告诉我，医师，我每天都有吃钙片为什么骨质还是越来越差？这时候我都会反问他们，你有晒太阳吗？你有运动吗？你有吃足够的蛋白质吗？很多人都摇头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钙质能不能被吸收呢？首先是维生素 D， 没有维生素 D， 钙质就像没有钥匙的门，无法进入细胞。很多人一整天都待在室内，完全晒不到太阳，身体自然无法制造足够的维生素 D。其次是蛋白质，蛋白质是骨骼的基础架构，就像盖房子的钢筋一样。如果你只吃钙不吃蛋白质，骨骼还是无法强壮起来。第三是镁，镁能帮助钙质顺利进入骨骼，并且维持骨骼的弹性。如果缺乏镁，钙质就会堆积在软组织里，造成问题。最后是运动，如果你不运动，即使吃再多钙片，骨骼也不会吸收，因为骨骼需要压力刺激才会主动吸收钙质，就像肌肉一样，不用就会退化。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，如果你的医师有开钙片给你，请不要自己随便停药。我今天要分享的方法是让你在遵照医嘱的同时，用天然的食物来加强效果。千万不要因为听了我的建议，就把医生开的药停掉。所以请记住这个结论，问题不在于你吃了多少钙，而是你的身体有镁，有能力吸收。接下来我要从中医的角度
告诉大家骨质疏松真正的根本原因是什么。《黄帝内经》里有一句话说：“肾主骨，生水通于脑。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用大家都能理解的方式来说明。肾就像是房子的地基，如果地基不稳，上面的柱子、墙壁都会摇摇欲坠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的肾气不足，你的骨骼就会变得脆弱。在中医的理论里，肾不只是一个器官，它代表的是整个生命的根本能量。肾气充足的人，骨骼就会强壮，头发就会乌黑，精神就会饱满。相反的，肾气虚弱的人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、腰酸背痛、掉发、耳鸣等问题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为什么老人家的骨头特别容易出问题？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这是因为随着年纪增长，肾气自然会衰退。有人说，年过40，阴气自半，意思就是说，人过了40岁，身体的精气就开始走下坡了。而且肾还负责生水，这里的水包含了骨髓、脊髓，甚至脑髓。所以中医认为，如果你想要骨头好，首先要养好你的肾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医常说肾为先天之本的原因。那么怎么养肾呢？中医讲究的是阴阳平衡。肾有肾阴和肾阳两个部分，肾阴就像是身体里的水分和养分，肾阳就像是身体里的温暖和动力。如果肾阴不足，人会觉得燥热、口乾、失眠、手心、脚心发热；如果肾阴不足，人会觉得怕冷、疲倦、腰膝无力、夜尿频繁。所以补肾不能只补一边，要阴阳双补，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平衡。很多人买了一堆补品，吃了反而上火或者拉肚子，就是因为没有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。我常常跟病人说一句话：补骨要从根本做起，养肾才是养骨的基础。如果你只是一直吃钙片，却不去掉理你的肾气，那就像是在一棵快枯死的树上浇水，没有用的。你要做的是让这棵树的根重新长出来，让它有能力吸收水分和养分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吃了很多补品却没有效果，因为他们忽略了最根本的问题：身体的吸收能力。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关于一位婆婆如何用最简单的食物改善了她的骨质疏松问题。这位婆婆姓刘，今年67岁，住在台中。刘婆婆在3年前做健康检查的时候，被诊断出骨质疏松症第2期。医生告诉她，如果再不好好保养，她可能会很容易跌倒骨折。刘婆婆非常担心，因为她的母亲就是因为跌倒骨折之后，长期卧床，最后离开人世的。她不想重蹈覆辙，看着医生拿出的 X 光片，她的心里充满了恐惧。医生开了钙片给她，她也很认真的每天吃，但是过了半年，她还是觉得腰很酸，膝盖很无力，走路的时候会怕跌倒。她告诉我，她每次出门都要很小心，连下楼梯都要扶着栏杆，一步一步慢慢走。后来她来找我看诊，我帮她把脉之后，发现她的肾气非常虚弱，而且脾胃的吸收功能也不太好。她的舌头颜色很淡，舌苔也很薄，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。我告诉她，刘婆婆，你吃的钙片要继续吃，但是我还要教你一个食疗的方法，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更容易吸收钙质，而且可以补你的肾气。我建议她每天早上吃1颗水煮蛋，再配2汤迟炒过的黑芝麻粉，就这么简单。刘婆婆有点半信半疑，但是她还是决定试试看，毕竟这个方法不贵也不麻烦。她很认真地照做了，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先煮1颗蛋，然后泡1杯温开水，把黑芝麻粉搅拌进去喝掉。3个月后，她回来复诊的时候，整个人的精神变得很好。她笑着跟我说，她的腰酸背痛
明显减轻了，膝盖也比较有力气，走路也不会那么害怕了。最让他开心的是，他现在可以自己去市场买菜，不用麻烦孩子了。后来他又去做了骨质密度检查，结果显示他的骨密度有进步，医生都觉得很惊讶，问他做了什么特别的治疗，为什么这个简单的组合会有效呢？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黑芝麻黑入肾经，补肝肾强筋骨。黑色的食物在中医里面是专门用来养肾的，而且黑芝麻还能润肠养血乌发。鸡蛋呢？鸡蛋平补阴阳，养血益气，它既不会太热，也不会太寒，适合大部分的人。而且鸡蛋里面含有很完整的蛋白质和营养。黑芝麻和鸡蛋这两种食物加在一起，一个养阴，一个养阳，形成了阴阳双补、精气血同养的效果。所以你看，不需要昂贵的药物，只要你懂得你身体的需要，用对食物，就能看到效果。刚刚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讲了为什么黑芝麻和鸡蛋有效，现在我想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跟大家说明。首先，黑芝麻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钙质，每100公克的黑芝麻大约含有800毫克的钙，这个数字比牛奶还要高。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大约只有240毫克的钙，而且黑芝麻里面还有镁、锌、铁等矿物质，这些都是骨骼健康不可缺少的元素。鸡蛋呢？鸡蛋里面有完整的蛋白质，包含了人体需要的所有必需氨基酸。一颗鸡蛋大约含有6到7公克的蛋白质。除此之外，鸡蛋黄里面还含有维生素 D。维生素 D 是帮助钙质吸收最重要的维生素。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钙质就像水泥，蛋白质就像钢筋。如果你只有水泥没有钢筋，房子盖不起来；如果你只有钢筋没有水泥，房子也站不稳，两者缺一不可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素食者容易骨质疏松的原因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吃钙，而是因为他们的蛋白质摄取不足。如果你是素食者，你就需要从豆腐、豆浆、坚果类来补充蛋白质。但是光吃这些食物还不够，你的骨骼要能够好好吸收，还需要3个重要的条件。第一，每天要晒太阳至少15分钟，阳光可以帮助你的皮肤制造维生素 D， 早上或傍晚的阳光最好，不要在中午大太阳的时候晒，以免晒伤。如果你住的地方阳光不足，可以考虑补充维生素 D， 补充锑。第二，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，除了鸡蛋之外，豆腐、鱼肉、鸡肉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。一般成年人每天需要的蛋白质大约是每公斤体重1公克。第三，要做负重运动。什么是负重运动？就是需要用到你自己体重的运动，例如走路、爬楼梯、快走、慢跑。这些运动可以刺激骨骼，让骨骼知道它需要变得更强壮。游泳虽然对心肺功能很好，但是对骨骼的帮助比较小，因为水的浮力减少了重力的作用。所以请记住这句话，对的食物只有在配合对的生活方式时，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医和西医可以互相配合、相辅相成的原因。中医告诉我们要养肾，要阴阳平衡；西医告诉我们要补充钙质、蛋白质、维生素 D。两者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，只是用不同的语言在说同一件事。好，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具体的做法。每天早上准备1颗鸡蛋，用水煮或蒸的方式烹掉，不要用煎的或炸的，因为高温会破坏鸡蛋里面的营养。水煮大约8到10分钟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喜欢吃半熟蛋，煮6分钟也可以，但是要确保蛋白已经凝固。然后准备2汤匙的黑芝麻粉，
大约是10到15公克。黑芝麻最好是先用小火炒香，再磨成粉。炒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炒焦，闻到香味就可以起锅了。如果你觉得麻烦，市面上也有卖现成的黑芝麻粉，但是要注意选择无糖的，而且要看一下成分，确保没有添加其他东西。你可以把黑芝麻粉撒在鸡蛋上面一起吃，或者是泡在温开水里喝，看你自己的喜好。有些人喜欢把黑芝麻粉加在豆浆里面，味道也很不错。如果你的体质比较虚寒经、常手脚、冰冷、怕冷，可以再加1小把核桃，大约3到5颗。核桃也是很好的补肾食物，而且能够补脑、改善记忆力。核桃也要稍微烤过或炒过，这样比较好消化。如果你是女性，而且有气血不足的问题，例如脸色苍白、容易疲倦、月经量少，可以加3到5颗红枣。红枣能够补血、养颜、安神。但是如果你有糖尿病，就要注意红枣的分量，因为红枣的糖分比较高。整个过程不需要花你很多钱，也不需要复杂的料理技巧，每天早上只要5分钟就能完成。你可以前一天晚上先把黑芝麻炒好，隔天早上就可以直接用。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，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个方法。如果你有胃炎、消化不良的问题，黑芝麻可能会让你的肠胃不舒服，因为黑芝麻含有比较多的油脂。这种情况下，你可以先从少量开始，例如1汤匙，慢慢增加。如果你的体质偏热，容易口乾、便秘、长痘痘、口臭，那么你可能需要调整分量，或者咨询中医师的意见。你可以考虑用白芝麻代替黑芝麻，因为白芝麻比较凉润。如果你对鸡蛋过敏，当然也不能用这个方法，你可以改用豆腐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中医讲究因人制宜，意思就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来调整。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最好还是问一下你的医生。最后，我想说一句话，养生就是要了解你自己吃的对比吃的多更重要。不要盲目的跟随潮流，要学会聆听你自己身体的声音。如果你看到你的父母走路越来越慢，弯腰驼背，上下楼梯越来越困难，请不要只是担心，请你送他们一把黑芝麻和1颗水煮蛋，告诉他们这是你的心意，也是一份简单的关怀。我行医这么多年，看过太多的病人和家属，我深深的相信，有时候最珍贵的东西不在昂贵的药方里，而是在每天简单的习惯中。很多子女等到父母跌倒、骨折、住院、开刀，才开始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注意他们的健康，但是那个时候往往已经太迟了。骨折对老人家来说，不只是身体的伤害，更是心理的打击。很多老人家因为骨折之后就失去了信心，不敢再出门，生活品质大大下降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重视预防，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才来处理。健康不是1天2天就能看到结果的，它需要你的坚持，需要你的耐心，需要你愿意为自己和家人做一点小小的改变。养骨其实就是养气，也是养心。当你用心对待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也会用健康来回报你。所以从今天开始试试看这个方法吧。也许1个月后，你会发现你的腰比较不酸了；也许3个月后，你会发现你的精神变好了，睡眠品质改善了；也许半年后，你会发现你的骨密度检查报告进步了，一生都觉得惊讶。请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关心的人，让他们知道健康来自于坚持，不是来自于奇迹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如果你有成功的经验，也欢迎分享给我们。你的经验可能会帮助到其他正在面对同样问题的人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实用的健康资讯。我是老张医师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骨骼强壮，
家人平安。让我们一起用最简单的方法守护最重要的健康。我们下次见。